方清雪，你年纪轻轻便踏入神通秘境，晋升为我羽化门真传弟子，说明你仙缘深重。但望你继续苦修，早日提升境界，我便将这羽化飞升经传授于你。弟子谨遵掌教教诲，定当刻苦修炼，为我羽化门拓江四海。我将紫电锋赠予你做行宫，旁人不敢轻扰，你可在此安心修炼。谢过掌教，弟子还有一事相求。讲。弟子恳请返家一趟，一是向家父道喜辞别，二是点选家奴入住此殿，烧火看丹，喂养灵兽，好助我专心修炼。望掌教准许。准了。师傅来了，师傅来了！来，站好。为官有9品18级，而我们修炼肉身也是如此。肉身修炼分10重，这前3重分别是养生、炼力和招式境。你出列，攻击我！弟子2重炼力境，斗胆献丑挑战师傅。嘿，这4重刚柔，5重神力，6重气息和7重内壮境，常人则难以触达。能修炼到神力境的人，基本上算是个人物了。方才我那一肘